受到这西南风的影响，一直落大雨。不过呢，逐工也是到暗时雨一停哦。伫个中华溪湖板头里这个所在，就会出现上千只这婴仔安尼飞来飞去的情形。有人讲是因为地灵人杰，不过当地居民却是笑不出来，因为唔若讲爱有雨蓝，即马佫都爱忍受着婴仔黄金蛋，也就是败下物的攻击哦。大家拢是真艰苦，哀哀叫，一直讲连喙拢唔敢擘开。 飞起来！在这里啦，在我们上面啦。俗语讲，婴仔飞家家，大雨那么个落到地。卡叔讲，这边有几千只婴仔做伙来咧。哟，好多哦，这4、5层哎。这一个月来，大雨一直咧落。逐暗若是这个雨势较冷芳的时阵，中华溪湖镇丰隆二街顶悬，就会出现这个上几千只的婴仔做伙飞家家这款壮观的场景。民众摕手机来抢翕。 有人解说讲，这是地灵人杰的好风水。这种的所在真好啊！来差不多几个月有啊，这代表讲咱板头里是一个好所在。不过当地居民所欢喜袂起来，因为除了受到这个大雨一直来甲弹，还阁爱忍受婴仔屎来弹。伫咧点仔加路顶悬，这一点一点白白，就是婴仔屎。毋若这个路顶悬有，连停伫路边的轿车嘛去互婴仔屎滴甲满满是。为着要避免去互婴仔屎滴着，民众就尽量较莫出门。若是高不二种爱出去，还阁爱想办法来避这婴仔屎。太追你，量太多了啦！什么动作不可以做哈？嘴巴不能张开，因为吃到鸟大便。其实水生昆虫，它们会利用这个梅雨的时候出来繁殖。啊，那里的燕子应该是在那附近觅食，晚上在那里过夜。 生物专家解说讲，这主要是附近的这个农产，伊的湿地真济，通拖嘛真济。平常时啊，就袂少婴仔吸伫遮，因二时啊落大雨，无法度出去讨食。暗时雨较冷芳的时，这婴仔才会做伙规个拢拼出来，出现这款这项的奇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